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的失智症的患者，每一年拢在增加。108年是29万人，到110年已经跌到31万人了。平均每77个人都有一个人带着失智症。专家讲，多多甲人接触，促进着脑部的思考甲活动，是对付着失智症唯一的办法。两个阿伯行期反应真紧，你一定想袂到，因拢是失智者。80岁罗先生失智10年，本来一直恶化的病情，加在出着互助家庭，大家有朋友陪伊行期，互失智较袂快恶化。其实压力是还蛮大的啦。刚开始确诊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混乱。他蛮喜欢就是来这边弹钢琴啊、下象棋啊。他其实情绪跟个性跟之前比起来，其实慢慢是有比较开朗一点。有83岁阿嬷家己照顾88岁失智的翁婿，有侪岁人互相照顾，互阿嬷会当好好休喘。一开始就是他会在家里做些重复的事情，心里有些很无助的地方，每个礼拜可以来这边喘息。全台湾得到失智的患者，108年统计有29万2000多人，到109年正是超过30万人，每80个人都有一个人失智。110年统计有30万7862个人，平均每77个人都有一个人得到失智症。即马高龄化越来越严重，未来20年可能会阁增加36万人。平均大概1年增加1.8万人，家属或者是外籍看护好了啊，一起到了互助家庭之后，他们可以彼此互相帮助。专家建议，失智患者上需要学习和动脑筋，才容易当互失智较袂快恶化。加上嘛勇敢去找资源，照顾这条路，才袂行甲伤忝。